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柱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就馬上贏啊，外邊金髮盛世啊，第3位嘅馬有愛心得啊，內欄第4係無限美麗啊，落後咗個幾身位，第5位咧就係黑衫黑帽嗰隻勁進王者啊，內欄第6仲有川河首區啊，後邊4隻雪勇神區，新力好響尾3喎，尾2啊3軍勇將啦，包咗落尾嘅馬暫時都仲係泰盛區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馬上贏就埋邊，有少挨出去喎，拱咗金髮盛世出去啊，埋邊咧就無限美麗就捐位上啦，中間仲有隻有愛心得啦，最出係雪勇神區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勁進王者冇乜位喎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冚上嚟有雪勇神區，埋邊啊無限美麗，兩個馬中間有愛心得打上嚟，最後50米埋邊無限美麗，外邊位置就係有愛心得，兩匹馬叮當碼頭第1名，要影相啊！